今年的2月，新北市一间幼稚园的教保员，甲囡仔体罚，罚甲手骨是乌青经火，但是到即摆还伫其他的幼稚园咧上班，拢无受到处罚。上主要是无法通罚。人本基金会是来呼吁教育部应该马上来修法，唔通阁互囡仔来受害。当妈妈的却不能帮孩子做什么，我们受害者的苦只能一天一天的承受。做老母的人哪讲哪哭，伊的囡仔3岁尔，手骨顶面有一抓一抓拢乌青。今年2月份，囡仔伫幼稚园因为无配合画图尔，就互教保员体罚。迄日天，伊嘛问园方到底什么代志，教保员嘛承认讲有出手拍这个囡仔，力头伤大。这个做老母的随带这个囡仔去病院验伤。伊质疑教保员无责任，离职了去别个所在教，心人应该处理教育局甲社会局互相咧杀来杀去。在幼教法里头，幼保人员也没有被规范不得体罚。双手一摊说没有法可以管，甚至于说因为家长当时为了要保全证据，所以有到警察局报案。那时候一直说一事不二法，我们要等司法。一拖就是2个月，教保员嘛无进入不适任教保员的资料库，所以讲要伫其他幼稚园上班。人本教育基金会希望讲教育部随修法，互教保员嘛纳入规范，唔通阁有后一个着伤囡仔，阁有后一个伤心的老母。